一位女商家分享話，佢能夠幫到人嘅話呢，佢無論點都會盡量幫，哪怕嗰啲人係拍心口保證，但係到咗期依然都係冇找數嘅人，佢都要幫。因為佢發覺一件不可思議嘅事啊，就係每當佢幫助一個新人嘅時候呢，嗰啲似乎已經唔記得咗嘅債仔呢，就出乎意料咁開始還錢俾佢，佢都冇追過噶。經過呢次經驗呢，佢明白箴言19章17節嘅真理呢，嗰度話，憐憫貧窮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，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。佢意識到上帝喺佢哋嘅心裏邊動工，讓佢哋清還債務。對有需要嘅人所做嘅每一件善事，就好似借貸俾上帝一樣，佢會用意想不到嘅方式嚟到祝福我哋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